咁呢個就係我哋白味噌啦煮嘅蠔仔燉飯，而成個飯係有幾個層次。最近西九龍中心8樓 Food Court 開咗間主打 fusion 菜豪得喜，除咗幾款招牌燉飯之外，仲主打白咖喱同黑蒜醬油系列。白麵豉其實同忌廉都係好配嘅配搭嚟嘅，你食落會有一種麵豉嘅香味，但係亦都有忌廉嘅滑度。我哋用美國嘅土蠔最大隻嘅 size 去擺一個蠔飯嘅面頭，再加埋蠔仔嘅鮮味，成個飯係有幾個層次。白咖喱襯呢個豬頸肉係非常之夾嘅。其實白咖喱係一個椰奶成分比較重，但係絕冇辣味，因為佢係甜甜地嘅。其實食落去好重椰香味啦。係呢個鹹蛋黃流沙雞翼，你食落會有一種流沙甜甜地嘅感覺，但係會有好香嘅牛油同埋鹹蛋黃嘅味道。仲有佢哋嘅黑蒜醬油系列，對味道有追求嘅你一定識揀。